今日過嚟參觀我哋呢一個鴨脷洲香港仔，係期望會做啲乜嘢嘅事嘅呢？傳統嘅漁村文化咯，上世界艇嗰度參觀。透過呢一系列嘅導賞活動，讓同學認識香港漁村歷史與水上人文化，體驗香港和國家嘅發展，促進同學嘅共通能力，培養對多元文化嘅尊重，正面嘅中華文化傳承價值觀及國民身份認同。我哋希望學生可以喺書本以外實地考察香港漁村文化歷史，認識水上人文化習俗及了解香港嘅獨特地理條件如何得以由小漁村發展成國際貿易金融中心。喺學校層面上面，可以視為人文學科嘅延伸全方位學習活動及其他學習經歷，配合閱讀相關嘅書籍，看看舊相片，比較香港漁村今昔嘅景象，為同學提供有趣嘅學習體驗之餘，推動珍視中華文化。同時亦都可以喺 STEAM 層面上面有所得着，例如透過一啲昔日嘅漁民工具展覽，去了解捕魚歷史與技巧等等。我哋明白校外活動講求安全，進行導賞活動嘅時候，導賞員及船上工作人員都會提醒同學小心上落船，以及船上備有救生衣，務求活動安全有序地進行。同學可以喺我哋嘅導賞活動中乘坐傳統中式木船，途中亦有其他互動嘅環節，可以同水上人船長及工作人員對談，認識更多漁村生活小故事，更可以去到水上嘅曬家艇，即係水上人嘅屋企參觀，同導賞員合唱漁歌，有機會品嚐地道嘅漁港艇仔粉。到目前為止，我哋已經為過百間學校及社福團體舉辦導賞活動，好多老師都反映同學們從活動學到好多漁村文化，玩得好開心。